桃园哦，一年大约有450个囡仔因为本地家庭出问题，需要安置，只有1/4会当送去寄养家庭，大部分囡仔拢成点伫安置的结果。桃园市政府哦，为着要鼓励愈多寄养家庭加入，嘛宣布讲会过来增加寄养家庭的福利甲补助。50年出的退伍军人高文田和太太陪囡仔咧耍牌，102年加入寄养家庭，担任寄养爸母12冬啊。太太嘛，才拄啊按国小老师退休。以早高文田是寄养家庭内底真罕见的查甫的主要照顾者，厝内2个寄养囡仔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拢伊一手包办。每个孩子的背景创伤跟他的需求都不一样，所以呢，我就必须要用比较细致的方式来引导他们啊。同期每年大约有450个儿童跟少年，因为原生家庭不当对待，也是严重疏忽，需要安置。不过大部分拢安置伫机构，敢若7%安置伫寄养家庭，就希望增加福利，会当鼓励更较多寄养家庭参加。桃园市目前仅有88户的寄养家庭，桃园寄养福利再升级，故3岁以下幼儿月领最高5000元。针对寄养家庭，桃园的福利加度，除了新增加3节奖金1年6000块，照顾2个以下幼囡仔每个月增加补助5000块，2个到3个增加2000块，嘛增加哮喘的服务时间，照顾一般儿少1个月24点钟。另外，照顾特殊儿少是加度1个月48点钟，希望有更较多寄养家庭加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